接下来呢，要欢迎我们的韵律流行舞老师 Terry 老师。Terry 老师他拥有自己的工作室，而且他真的是充满活力跟朝气。他就是致力于将这样的活力跟舞蹈带给大家。那我们呢，除了现场由 Terry 老师示范，如果呢您想要一起来舞动一下。在我们有好吃的美食当前，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律动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来欢迎 Terry 老师。新年快乐！接下来呢，就是一个可以大家一起跳的一个，算是cardio 的一个舞蹈。所以我想要教大家几个经典动作。那等一下音乐在那个副歌大家熟悉的时候，就可以跟着一起做。想要的人可以先站起来学哦，它其实蛮简单的，就是大家应该耳熟能详，最近蛮红的歌曲。好，那我喊那个拍子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哦。所以就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舞？对，很聪明。对，待会大家如果想一起的话，这个2个8拍就可以，就是大家一起跳。然后我再数一次好了，我先。好，大家准备一下。数一次哦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想要跳的人可以站起来喽。来，准备好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哦。有没有要跳的人？哦呀，太好了，那个太棒了，每次都有跳，我觉得超棒的。好，大家可以起来，小朋友一起哦。那我们音乐就可以开始了，小朋友准备好了吗？One and game start.
谢 Terry 老师，我刚才在侧台在看的时候，我都不由得就是律动起来，然后还有看到台下这么多的各位呢，可以这样子，这么热情的来动一动。